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7日AM新闻》，我是嘉豪。行政院伫今仔日早起宣布，台湾的放零日本福岛5县市的食品限制，强调袂允准核灾食品进口，而且会用3项原则3个配套来替台湾的民众固守，而且会把本地禁止特定地区进口改做是禁止特定产品进口，亲像野生动物的肉类、野生香菇拢是袂当入来的。另外，这个正宫的所生产的茶米，也有东京都的牛奶制品、强城验收的海产等等，拢爱提供辐射检测证明加产地证明。这项政策上紧伫2月底进行就会来实行。在今天进行相关的预告程序，以新代旧，3原则3配套，力求稳健，排除障碍，解开缆绳，跨出一步。日本东北311核灾事件发生11年了后，行政院宣布，台湾将会放零对日本福岛5县食品的限制，以回归科学经验，比国际标准更加严格，为个人食品把关为3大原则，也有3大配套措施，自禁止特定地区进口改做禁止特定产品进口，针对有风险的品项要求详情证明，边境每一批拢会检验，维护核实进口。过去10年来，卫福部食药署针对日本食品做的边境的这个辐射检验，总共有18万余件，到去年底，全部是合格的。台湾绝对不会进口任何的核食进来。行政院列出目前禁止福岛周边地区所有食品的国家地区，和国家港国禁止部分品项输入，因那部分产品爱检具辐射检验证明的有欧盟27国，完全解除限制，包括美国等41个国家地区，只敢剩台湾甲中国也未解禁。总统蔡英文是伫 FB 讲，政府会做好3项配套措施，讲要互台湾行向世界。罗秉成也讲，台湾是以外部为主的国家，要加入 CPTPP 就一定要甲别人交流。没有交换条件，但如果说我们要加入 CPTPP 这种高标准的国际经贸组织的话，像类似这种不合理的贸易障碍，如果没有自行的处理，那么可能没办法满足最起码的前提条件。台湾有条件开放福岛5县市食品进口，伫咧日本国内禁止流通的品项袂使进口台湾。福岛县、筑城、立波、群马、千叶县5县的野生的鸟寿肉、菇类甲豆油菜也袂使进口。福岛5县开放的品项，也有强城验收的菇类加水产品、进贡的茶、强城鸡肉、东京都的年制品加幼婴的食品，爱检验证明。来自日本的食品都需要检具产地证明。未来也是如此，在边境，我们对于5县所有输入的食品都会100%逐批检验。为食安把关，台湾边境严格把关是重点。过来就是市场抽验。行政院讲，伫这么食品辐射检测的量能有够，初步公告解禁日本福岛食品了，有10天的有效期，会收集各界意见，按算上紧2月底公告生效。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伫今仔日宣布要开放日本福岛5县市的食品，中国国民党就随表达反对。台北市长关文哲伊也表示讲，台湾的检验标准比西方国家更加严格，不过政府敢有法度一直来抓安，是爱讲会到做会到。若开放日本福岛食品入来，敢有法度互台湾加入 CPTPP 咧？关文哲表示积极，时代力量也呼吁政府就爱提供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加采检的结果。民进党食安不把关，国民党大声表达抗议，批评行政院对实开放福岛5县市食品，践踏2018年公投达到779万人反核实进口的民意。公司食安上黑暗的一天，针对政府提供的检验报告，南洋即期数据拢是由日本提供，检验标准毋是世界上严，安怎说服民众？蔡政府不关心2300万民众的健康权益。国民党会站出来负起这个责任，这2天就会召开公听会，来检视3个原则、3个配套到底可不可行。国民党为党部到立法院党团连续召开记者会，表示甲人民徛做伙。党团指控政府为了年底选举硬做，强写将抵制行政院的施政报告。针对政院表示，福岛食品解禁对咱国争取加入 CPTPP 有帮助。前台北市长郝龙斌讲，国际谈判需要条件，宣布开放也都是未战先行。台北市长郭文哲也对准中央开枪，唔通互人民无实际唔忙。
应该在谈判过程，日本同意我们加入 CPTPP 以后，我们才能够同意日本地区核灾食品进口啊。我们吃的这个莱猪啊，美国会跟我们台湾签 FTA 嘛？别做梦的啦！你以为那个赤湖岛地区的食品，我们就可以参加 CPTPP 了？别做梦！国民党表示，台湾的检验标准比欧盟甲美国较严格，也毋过执法严格度受到质疑。甲南亚强烈反对无同，民众党甲时代力量立场无反对，也毋过拢要求政府严守高标准查验监督措施。我认为，在一个合理的标准之下，依照科学检验出来的结果来当成标准来做一个判定，是比起以地区来做个限制是相对合理的。同时，我觉得这样子的调整应该也有助于台湾跟国际上的关系。时代力量认为，政府需要提出是按风险评估甲实地采验结果，安排定期去日本查验，禁止高风险项目输入台湾。政府有责任讲清楚，是搭配专检，也是搭配抽验，互民众交代。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宣布要开放日本福岛五县市的食品进前，昨暗时药署已经先公布风险分析报告啊。这个研究显示，讲每一个年龄层逐年平均增加的辐射接触量是真低，癌症风险会当排除在外。不过有医生提醒讲，有一寡放射性物质的衰退期，衰退到一半时期是需要30年的，这也是真使人烦恼的一部分。行政宣布解禁日本福岛五县市食品，调整11年的管制措施，以科学证据检修人民食安。小数77公布由台大道理学研究所教授邱志光主持109年度数字食品风险分析，结论认为各年龄层每年平均增加辐射暴露量增加，癌症风险应考量。研究其实它出来的结果跟国际的研究其实蛮一致。去年12月份的时候，英国相关的研究呢，大概0.0016 CIFO 每年，整体来讲，癌症风险大概就是1000万公斤，不会是零，但是是一个不是那么高风险。不过，有毒科医生指出，日本当地要发现几种放射性物质，包含碘131半衰期8天，铯134 2年，铯137加铯有可能是30加19年，暗中温休。对碘131或铯134，毕竟过了10年，当然说相对，我想残留量会比较低。可对于铯137，它半衰30年，还有19半衰高达29年，所以我们还是不可大意啦。行政宣布解禁日本福岛食品，推出3原则3配套，高针对风险品项，要求辐射安全加产地相证明。民间团体认为，也是无法度消毒记录。那辐射安全标准呢，不表示它就是没有辐射。即便我们今天看到所谓辐射的合格证明哦，但是呢，你也不知道说那个标准里头它的这个辐射量到底是多少？它是99少于100的贝克，还是它是20？针对日本福岛5县市食品，消基会是建议食品努力制度对策食品源头，都不可医生是提醒特殊食品亲像香菇、地叶也氦残留辐射量，建议爱专家讨论，研议出配套。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禁止日本福岛食品已经有11年啊，即马行政院用3原则3配套宣布要解除禁令。日本政府表示，事先已经有接到通知，相关解除禁令规定也是爱进一步了解。日本的媒体也拢写讲，台湾透过解除福岛食品禁令，争取日本支持加入 CPTPP。不过有学者分析讲，解禁无代表台湾加入 CPTPP 就正顺利，只要符合国际标准，创造对大家有帮助条件。日本福岛县市食品当在1年时代禁令将要宣告解禁。日本政府发言人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甲日本外相林芳正初八早起拢表达，过去就一直透过日台交流协会，以科学依据说明日本食品的安全性，拍拼争取解禁。台湾側からはですね、日本産食品に対する輸入規制の見直しにつきまして、台湾側による今般の規制の見直しに関する台湾側の発表を確認した上で行うこととしたい。日台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代表詹如台也伫面册发文，强调过这1年会当迎接这一天，感觉非常安慰。对福岛食品解禁，行政院表达将对咱国争取加入 CPTPP 有帮助，甲世界连接。要加入国际经贸体系，要加入高标准的 CPTPP， 不能自外依人，固步自封。今天的这个调整措施，会是我们参加 TPP 的一个非常大的助力。
解禁消息释出，日本媒体也高度关注。NHK 报道指出，台湾去年9月已经申请加入 CPTPP， 争取日本支持。台湾政府一直思考解禁时机。朝日新闻、特别新闻报道指出，台湾解禁福岛食品，更划出一大步，希望争取加入 CPTPP。日本新闻网新潮社报道指出，台湾加入 CPTPP 关键就是解除福岛食品禁令。日本时事通讯社是上早的报道，台湾为了争取加入 CPTPP， 嘛有过福岛食品上近今年1个3月都会解禁。不是开了福岛就一路绿灯了，但是不开福岛恐怕连第一个绿灯都没办法取得。所以台湾能做的选项就是把我们所可以掌握的条件创造出来，台日之间的这种双边咨商程序，也许会获得比较好的进展。学者分析，解禁会当得到日本的支持，也毋过其他会员国的态度，并不是日本会当主导。台湾只会当创造甲国际连接的条件，进一步扫除客观贸易障碍，争取加入 CPTPP。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增加22个带病入境，26个本土病例。这款本土病例当中有22个是居家隔离期间对阴性转做阳性的。另外4个本土病例是新北市一口罩4个人染病，目前是找无感染源。指挥官陈时中强调，无放弃要把病例列出来决心。目前有2个时间点通好做评估，就是2月70到19，到时阵再来看讲这边境的管制是要缩案或者是放量。国内新冠本土疫情搁升悬，初被增加26个本土病例，其中22个是伫居家隔离期间因转阳确诊，包含桃园万雄竹部分区阿乡青年采验7例，疫育物流增加6例，嘉北儿幼儿园增加3例。台北帮中相关产生的点点幼儿园增加4例，大溪中营军事相关增加2例，另外还有4例是新案，是新北棒球一件感染源无清楚的家庭群聚。头先是妹妹19346例出现到鼻水者症状采验了后确诊，共大这些爸爸妈妈拢染疫3人是无症状。据了解，是因为他所工作的其中一个单位有要求说他要有这个快筛的检验的证明，所以也做了快筛之后是阳性，那联络了这个卫生单位，卫生局安排他去采检，那也确诊，那 CT 值是20.4。Omicron 病毒来势真强，而且新北市出现不明感染源个案，外界好奇指挥中心是不是已经放弃清零目标？指挥官陈时中强调，并无放弃清零，是以清零态度来处理疫情。跟以前的 Delta 来讲，它确诊的数目还是高的非常多。我们没有放弃清零，我们都以清零的态度在处理疫情。不过面对各国陆续开放国门，陈时中也表示，台湾防疫模式在各国评比当中袂歹成绩，边境管制考虑放零，譬如减少检疫天数，不过时机点要去做研判。最少第一个点它要2月4号，那第二个点但要到元宵节后，我们才能够比较清楚。到下个月的时候，我们会进行怎么样的一个相对的管制或者放松。陈时中强调，最近全球新的确诊个案好亲像有降落来，不过整体疫情普遍也是真严重，呼吁民众若无必要唔通出国。指挥中心会根据国际疫情调整警示等级。到目前为止，国内第一期疫苗注射率是82.9%，第二期是74.96%，基础加强是0.72%，追加是24.22%。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新北市今仔日增加4个本土病例，是一个家庭的群聚感染案。会找出来原因是一个查某大学生伫咧过假事务所实习，公司要求所有员工拢爱做快筛，却检出阳性，这 PCR 检验也较进度，连带厝内面的爸爸妈妈抑个大姊共款检出阳性。虽然因拢是无症状，不过也是送到专职病房治疗，目前是找无感染源。市政府要公布因所去过所在，请民众要特别注意。春节过后，未少企业要求员工先快筛才入来公司，也安尼找出阳性个案，互新北市初步增加8件本土确诊，而且也是一件家庭群聚案，已经展开扩大疫调扩大采检。企业要求在家先行快筛，快筛出来是阳性以后，再加上我们的 PCR， 找到一个确诊个案。那这个确诊个案一找到以后，我们马上立即匡列。所以又找到3个同住家人确诊。
根据新北市府指出，1936年是一个伫一间公司实习的科大女学生。2月7日采检阳性是期待20.36，紧急将共大的家属居家隔离采检。爸母甲阿姊全部阳性，而且无症状，已经伫咧专职病房治疗。当时科大个案接触者总共25人，18人居家隔离。这个小女人本身她是没有症状，她再回想起来，她觉得她在2月5号的时候有一点点的流鼻水，所以目前我们的发病日呢会放在2月5号。那主场在台北，我们在一早第一个时间就跟台北市来通报。至于感染源，原来需要整个疫调跟基因定序才能够厘清。因为感染源爱去调查，新北市府唔敢大意公布行踪。这个人捌去过真济间超商，也去过伫新庄的IKEA、甲宝雅等卖场，还有新埔市场，搁一台北捷运通勤，包含板南线、松山新店线、甲淡水信义线真济站点。台北市信义区勤业众信会计事务所也赶紧发出声明。因为其中一个确诊者是员工，捌伫2月初5、初6、甲初7进入办公室，已经要求公路站的同事快太办公室也启动全面伫厝内底上班，各头站全面消毒。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讨园的部分，今仔日有增加16个本土病例，主要拢是阿旭的一不留加8加2幼稚园相关的案例，拢是伫咧居家隔离期间或者是期末时阵采检检出阳性的。当时政府认为讲这疫情特别收煞，但因为这个开学时间特别到啊，学校的老师甲工作人员拢爱注疫苗，按算伫咧开学进程这第3档的注射率会当到95%。受到2月物流群组感染事件影响，汤市龙潭公有零售市场顶日有确诊者捌来排打，休市3天加上市场例行公休日，已经正式复业。这个期间，环保局连3天大清销，1000外规范啊，加附近里面拢接受体检，全部阴性。就是有确诊者在那边摆摊啊，对啊 ，OK， 所以就清销啊。是，所以现在生意大概跟以前差几成？可能2、3成吧。有感觉有回来了吗？没有了，还是有差几成？差了一半以上了。差了一半以上。汤园车北增加本土确诊个案16例，阿旭相关7例，2月物流相关6例，加贝尔幼儿园相关3例，拢伫厝隔离期间也是期满采检确诊。卫生局长讲，自顶个月疫情爆发以来，汤园有5大传播链，以阿旭案上大。累计162例，目前整体疫情处于减少的状态。7例是属于菲律宾移工，也就是我们亚旭案，整个远雄亚旭加在一起，大概目前累计有162位，也超过了这个联邦银行。伫要开学啊，要提悬做疫苗的保护力，市长郑文灿也视察公私立各级学校、甲教育机构、教职员工做第3期疫苗情形。那我们照这统计，还未施打的有16499位。那今天施打完毕以后，那么覆盖率就可以到达95%了。其实多少会有点担心，对这之前，但我觉得现在可能应该会比较放心一点点，对，加上自己有打第3剂了。郑文灿表示，已经有60多个各高中小、教职员工完成做第3期疫苗。针对无做疫苗人做册，佮扩大到幼儿园、补习班、儿教中心、社区大学、老龄中心，册别一天伫8间学校设立注射站，完成做疫苗。记者综合报道。对了，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自从高雄港发生疫情，拖到基镇了后，严重影响到基镇遐的观光，特别是过年期间，拢无啥人去行大，店家也卖我讲这生意是真歹做。市政府为着要振兴基镇的经济，市长陈其迈今仔日就答应讲，等候疫情稳定过后，就会推出相关的补助计划来帮助店家。路的拢无啥人，以前就算过年过，也阁真热闹的基镇，所以真侪店拢休困。因为若是无休困，开店的人是比人客阁较侪。我们是到这边才发现，哇，这边是疫区诶。基镇伫咧以前过年时啊，拢人真侪。今年1月中发生高雄港群组，抑阁拖到社区感染，和基镇这加严防疫，餐饮观光业者影响真大，店内拢无人客，生意差8-9成，比疫情进前普通时啊生意更加歹。前2天比较有人呐，来之后就越来越没人。对啊，就卖得像平常日一样，比平常日的假日还要不好。只要是游客听到旗津，他就会说旗津是一个疫区，
所以说生意超级无敌烂。为了要防止社区传播，基隆全区自过年前一直体检到过年后，敢若初六、初七2天就体检15000多人，目前是零确诊。市长陈其迈讲，社区的风险已经在咧控制范围内，疫情若稳定，会协助振兴经济。包括整个振兴旗津经济相关的这个补偿的这些政策，请旗津居民放心。我们高雄市政府挺旗津到底。若是基点，高阳港群住相关所在，包括港区，还有自船甲修船厂，开工进前也一直做体检。就咧一寡科列甲扩大体检了，高阳初八总算是本土确诊加0。不过因为过年时的移动风险也是有，市长也希望，若是有呼吸道症状的民众，就要去诊所做快筛，保护家己甲别人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卫福部伫1月13审查46个疫苗受害救济申请案，其中有3个经过判断是甲疫苗有牵连，同意施行救济。这内面有一个是伫咧嘉义市做高端疫苗，了后出现一个皮肤枪，落尾也核定以5000块的救助金。目前也是头一个做高端疫苗的救济个案。嘉义市一位民众去年10月注第2档高端预防射了后，皮肤出现问题。迄当阵虽然无法度确定甲注疫苗有关系，但是根据卫福部预防接种受害救济审议的会议资料，核准补助5000块的救济金，成做台湾第一个高端救济个案。在10月2号施打了第2剂，那之后出现了皮肤瘙痒的症状。那我们在11月中旬的时候有帮忙送件申请这个疫苗受害救济的这个申请。除了嘉义市，嘉义县阁有一个因为注 AZ 预防射引起心肌炎嘛，摕到补助7万块。嘉义县卫生局表示，注疫苗的不良反应通报到单有177件，其中申请卫福部受害救济审议的有84件，有8件审议结束，只有2件通过补助。其中2件是打 AZ 有赔偿，是分别赔偿了3万跟10万块钱的。那主要是有一些点状出血或是神经的一个病变的一个状况。目前嘉义市高端甲嘉义县 AZ 这2个要补助的审议结果，也未送到地方的卫生局。嘉义县市政府拢强调，民众注疫苗会当避免重症，犹原是减少疫情传播上好的办法。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伫咧新竹县的高美乡境早起又搁再发生地动啊！这是对过年初4到今已经是第13届地动。气象局表示讲，这个地动恐惊是无遐尼紧就结束，要来继续观察1个月。初7暗时，宜兰的外海也发生5.5级的地动，全台湾拢有感受到。而且最近断咧落大雨，伫南投仁爱乡的日行产业道路就发生崩山，加载是无人受伤。大型石头已连落来南投仁爱乡，这条产业道路继续受到大雨甲地动相重影响，发生落石崩起。民众拿铁犁，拿用手机翕落这惊人的画面。时间单位核部暂时封锁翠峦路段，将看天气状况抢修，以确保安全。头89县近日因地震、下雨频发生坍方落石，严重危害民众通行安全。警方呼吁非必要勿行驶例行产业道路。初7暗，宜兰外海发生地动了后，初8早起，新竹公园也发生小规模地动。气象局表示，2件地动声音无同，并无关联。新竹公园当地为正月初4起，累计到今已经发生13件小规模地动，累时规模拢无超过3.7。气象局分析，虽然军警规模无个变大，发生频率目前也无个较密集，不过也是爱密切注意。行政有时候它间隔，一段时间，它又会再来，可能也许又会有一曲，或者又会有几个，不一定哈。那少的时候可能有整个加起来也有20个、30个。气象局分析，新竹公园地动原因是陆地破碎带地动，也是短暂活动地区。研究显示，当地大约伫200年前短暂错动发生过类似规模7个地动。除了这之外，当地地动活动无济，最近发生的军情也有可能是一般能量释放需要个监控，也毋过毋免伤烦恼。记者综合报道。法国总统 Macron 初7去访问罗西亚，和因的总统普京进行会谈。罗西亚是希望罗西亚甲乌克兰卖相战，不过外界拢认为讲法国总统去会谈并无虾米款的改变。颠倒是美国甲德国做伙经过罗西亚，那阵因的军队去拍乌克兰，就会甲天然气的管线北溪2号禁起来。
法国总统马克宏吹切访问俄罗斯，甲俄国总统普京伫咧克林姆林宫进行5点外真久的会谈，要找出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办法，身躯边拢无聊。De travailler très rapidement pour éviter toute escalade. L'accumulation des tensions en cours emporte un risque de dégradation brutale de l'équilibre et de la stabilité du continent. 两国的元首见面，马克宏甲普京分别坐伫咧4公尺长的桌仔两边，看起来真孤单，引起真侪网友讨论。法国的解放部甚至收到，讲这是俄罗斯式的对话。Ряд его идей, предложений, наверное, о которых пока еще рано говорить, все-таки я считаю вполне возможными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положить их в основу дальнейших наших совместных шагов. 外界认为这边的会谈无重大进展，马克宏也伫咧吹背去乌克兰甲乌克兰总统见面。美国总统拜登伫咧北京甲德国总理肖兹见面了后讲，若是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就會切斷天然氣輸送管線，北溪離合。If Russia invades, that means tanks or troops crossing the border of Ukraine again. Then there will be no longer a Nord Stream 2. We will bring an end to it. 肖兹是強調，西方嘅盟國立場就要共款，才當集體對抗俄國。另外，烏克蘭東部分離運動嘅領導人普希林講，當地隨時都有可能會發生全面嘅戰爭。Пока мы видим очень активную подготовку, пока мы видим очень четкий план неких действий со стороны Украины именно к подготовке к наступательным действиям. 前俄羅斯嘅烏東分離主義分子嘅軍隊無法度甲烏克蘭對抗，所以拍算向俄羅斯要求援助。不過，是唔是就此希望俄羅斯承認因獨立？領導人無甲話講死。公司新聞王必文編譯。科威特的國會大樓廣場初七有民眾去示威，是因為保守派機關甲要甲領袖的活動比如做危險的異類行為，甚至伫頂禮拜四本地有一場要甲的社團活動，卻因為無得到內政部的批准，說是無法度舉辦。幾多十位婦女運動人士初七伫咧科威特市國會大樓外口的廣場夜擺示威抗議。本來頂禮拜四要伫咧沙坡地區辦的婦女瑜伽領袖團，因為保守派議員反對，無得到內政部的批准，被迫取消。活動的主辦人是電視主播伊曼胡珊娜，伊也是一位瑜伽的教練。伊講已經就內政部的作為向工作機關提申訴。الكويت دولة مدنية دستورية يحكمها دستور وهذا الدستور كفل لحريتي الحرية مكفولة وكذلك المساواة بين الذكر والأنثى。這件事件是因為國會議員哈丹阿茲米推文講瑜伽領袖活動是危險的異類行動，要求內政部禁止這種甲保守社會無效的活動。示威婦女譴責政府甲國會對婦女權益的剝削，反對宗教法規加對婦女的監護。另外來看印度南部的卡納塔卡省。同款是穆斯林婦女的抗議，當地穆斯林女大學生是因為當地禁止因穿大袍加戴面紗，抗議示威要求取消禁令。हिजाब के साथ ही जाएंगे क्लास में जब तक हाई कोर्ट का ऑर्डर नहीं आएगा तब तक हम हिजाब नहीं निकालेंगे。同一天，有一陣右派印度教團體也發動示威，對政府的穆斯林大袍面紗禁令表達支持。當地媒體講，卡納塔卡高等法院初八會開庭聽穆斯林學生對服裝禁令的訴求。公司新聞綜合報道。美國國務院今日宣布通過配合台灣軍事武器，這內容是5年的愛國者系統工程勤務計劃。美國表示講，這個計劃會當幫助台灣維持飛彈的密度，確保在空中作戰的戰備能力。有學者認為講，會當看出美國決心要協助台灣防衛態度，也代表台美在印太戰略合作的關係擱再進一步啊。發射主要功能為運輸、瞄準及發射飛彈。本官向蔡英文報告愛國者飛彈的戰力，這是總統蔡英文過年時特別來看愛國者飛彈部隊戰備的畫面。美國國務院8號宣布對着台灣有關的愛國者飛彈的相關軍售，並且正式來通知國會。美國國防安全合作局嘛發出新聞稿表示，內容包括着愛國者飛彈工程的勤務，啊個飛彈效能的監測計劃的設備啊個服務，這時間差是5年，費用差不多是1億美金，包括着工程服務的資源啊個改善維持愛國者防空飛彈系統。
国防部感谢美方的军售决定，这次的军售也显示美国对我们国防安全的重视。美方嘛表示，这届军售对着台湾维持飞弹密度，确保空中作战战备能力，来维持区域的安全。这嘛是美国总统拜登任内第2届对着台湾的军售。有战略学者分析，这代表台湾已经是美国印太战略重要的一部分，并且美国对着台湾的军售已经甲其他国家同款，是随时上镜、随时来审查。马政府时期的军售案，往往是几年一次。然后呢，一次宣布的话，金额很大，包括很多项目。那在蔡政府任内呢，我们跟美国的这种军售的程序算是正常化了，所以我们就可以随时提出我们的要求，那美方接受之后就随时审查，随时做出决定。嘛，外交学者分析，即马拄好是台美中三角关系真紧张，啊，个俄罗斯对着乌克兰的局势嘛真紧张的时阵，美国这时阵来宣布对着台湾军售有真重要意义。传达一个很强的讯息，告诉这个北京啊，就是说这个时刻呢，不要采取这个突破现状的这种做法，也就是说不要轻举妄动。不过，学者嘛提醒，美国这时阵来军售台湾，一定和两岸关系更加紧张，未来要哪应应嘛考验到总统蔡英文的政治智慧。记者张志勇、陈立峰台北报道。因为伫咧高雄港有一名放港的人员胃着病，交通部航港局按算对初九开始，国内所有港口有放口人员的，逐礼拜拢爱做快筛和 PCR， 拢是阴性才会当上船。若阵船顶有人胃着病，放港的人员敢若会当伫岸边甲引导。另外，进前胃着病按号192事迄位放港人员，也因为进前有通知伊爱来做体检，毋过人拢无来，政府也该罚20万。高雄港区采检工作继续进行，目前高雄港有42名饮水人，除了确诊的案例以外，1月初6开始PCR采检，目前拢是阴性。初8会完成自采，确诊的饮水人个案192例，被交通部航港局认定快筛时间无依照规定，也无寄回样本，依照上港法罚20万。认为说他没有依规定去做快筛。这是违反我们的规定，所以依上港法有开罚。为确保饮水人健康，航港局加严规范。2月初9开始，各港饮水人拢爱每礼拜1摆 PCR 加快筛证明相同阴性才能上船。另外，上船过程驾驶舱甲能留船长、大副甲操作员，各保持社交距离。那引领船有染疫记录，全部改用远距领航免上船。不到船上去，你就看不太出来这个船它。在航道上面航行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可是你要进岸，你要去靠码头的时候啊，就很多小动作啊、小技巧就必须要弄，那你远距大概就不太容易了。饮水人为什么我们特别重视？因为他是直接进到船舱里面、机房里面去引导这个船进来我们的港口所以在那个密闭的空间里面，相对的，他假如说染疫的话。是危险的。饮水人协会表示，疫情爆发到即马已经2年，只有1位饮水人染疫。就知影大家拢非常遵守规范，对染疫的人无依照规定时间快筛被罚，认定是有时间甲沟通上的误差。也呼吁中央对入港的船只爱严格检疫，来确保饮水人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2天当咧开工，真侪公司拢要求员工入来公司进前拢爱做快筛，有一寡所在也出现快筛试剂买不的情形。另外，拜五特别开学啊，也阁未注到这2档一边老师甲行政人员拢爱快筛阴性了后，才会当入去学校。过年煞真侪公司开工，拢要求员工上班之前先做快筛。严过这么伫咧花莲要买快筛试剂拢欠货。好几家，所以他就说都缺货，所以我没有去啦。他说暂时不会有了。没有的原因是因为那个所有他们工厂做出来的部分全部给政府征收了，或是医院征收掉了，所以我们现在看不到。除了一般上班族上班之前爱做快筛，全国的中小学10月也要开学。根据中央防疫指引，无做过2剂有风险就要做快筛。如果说没有注射完第2剂的这个，比如说校内的工作同仁或者是校外进来的，我们都会提供1次的一个快筛。另外，学校的清洁消毒也要真彻底。在为孩子准备了每一个人有20个的口罩，然后要一并的发放给孩子。那另外学校也利用这段
开学前的这几天，也请我们的安心人力的伙伴们，然后来进到各教室去做环境的一个清洁消毒。老师摕泡泡的漂白水、切刀啊、椅啊，各项防疫物资也拢传好势，就是要保护学生的健康，对抗疫情的威胁，和学生的课业进度未受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疫情关系，真侪公司要求员工伫咧开工进前就要先做快筛，确定阴性才会当去上班。市面上药局的快筛试剂销路会变甲真好。考工连续假期结束，大家拢准备回去公司上班。面对疫情，新竹各行区有厂商要求员工开工进前爱伫厝内先做快速体检，确保安全了再使上班。这站药局的快筛试剂比过去更加有效。有一些公司确实是会请，就是说大家要上班的时候，那他们就是要做快筛之后才能够进公司，有一些部分会这样子。嘛有袂少公司在过年进前，就推采购试剂，发予员工在上班进前做体检。有人是为了安全，家己主动买来检测。买我们快筛试剂的人也是相对还是趋于稳定，甚至有增加的倾向。是因为我们因为年节快过完，许多我们这边的科技公司，甚至有一些公司，他们会要求，不管是公司帮他们备妥，或是自行需要去准备快筛试剂去做一个快速裁剪。进前传出药局快筛试剂已经欠货，有药局表示确实有这款状况。不过是因为过年无送货的关系，开工了进货就会恢复正常，请民众免烦恼。记者对君和新竹报道。咱台湾的女子骹球代表队到印度参加亚洲杯比赛结束了后，今仔日坐医疗专机下晡5点过时阵到桃园机场，连夜选手会送到一中检疫所，其他队员体检了后会送到防疫旅馆做隔离。也因为所有的选手拢坐伫咧共一只飞行机，会安排这较近的球员坐伫咧飞行机尾，避免这感染，搁再传互别人。结束亚洲杯比赛，台湾的女卡代表队车尾坐医疗专机返来，选手伫机场一手展现热情，一个接着一个接受落地体检，只要阴性，都会当坐专车前往隔离旅馆。只是选手只差一点都会当摕到世界杯的门票，对结果难免感觉可惜。比赛输球，失望一定会失望。不过我觉得他们这几场比赛下来，那有点可惜。可是我觉得他们反而清楚自己的目标在哪里了，我觉得这个也是好事。拄到疫情来搅局，咱国女卡7名球员比赛前验出阳性确诊，无法度上阵。回台了后，拄落飞行机随送上救护车，了后将带入就中检疫所。因为所有选手拢坐甲班机，调配队员的座位也有特别安排。基本上有确诊的我们根据专家的意见，就坐在机尾的部分因为这样的一个气流来讲，对其他的人相对的安全。唔能爱分流上落机，每回做专程挂喙安，机长也爱分流管理。即摆虽然无抢到世界杯门票，台湾女卡也要拼明年初的附加赛，争取最后参赛资格，来踢入世界杯。记者综合报道。昨国内纸厂表示讲，卫生纸第2月底起价，另外国际有一寡食品油也会起价，亲像这个庄树油进口介绍，去年到单是起了1倍，主要原因是生产的国家马来西亚欠工真严重，国内油恐惊也会对咧起价。臭豆腐、咸酥鸡拢用油来煎，不过最近原料黄大大起，油品的介绍一直欠悬，厂商成本压力愈来愈大。劳力不足缺工的问题，然后产量整个下降。另外气候的影响能够出口的量就减少。去年的6月中，每一吨是860块美金提货了，那昨天是1350块，又快要1倍了。台湾食物油联济工会表示，总旅游国际机会介绍为去年也一直欠悬。这次总旅游机会介绍盘中上悬，每吨要1374美金，迈创历史新悬。另外，黄豆油机会介绍这次盘中也起价每磅66.47美分，今年起的幅度已经超过16%。
食物类产品卖价销压力大，行政切实免停进口黄豆营业税，希望能压制物价。不过学者表示，小区短期措施效果有限，降税啊等等哈，这些都能够程度上的这个厂商的成本压力获得一定程度的舒缓。如果说长期持续这样做的话，那对我们的这个财政的条件也会产生冲击。学者表示，其实应透过货币政策来压制数字性通货膨胀，不过台币升值，等减轻进口压力。不过台湾是属于出口经济导向，反倒来冲击电子业，陷入两难。目前今年为短期减税，等待拓港疫情压力转好，才来解脱。记者综合报道。屏东是全国第2大山野生产区，也因为过年进前一阵大雨，加上早暗温度差真济，互山野花变甲臭赤，甚至这山野是掉病翻乌。今日农粮署生态勘察小组来到现场了解状况，不排除会启动灾害救助机制。你看上较严重，拢乌呀！对啦，这乌啦，这拢乌啦。前山野农民带农粮署官员去看因的果子园，讲今年的新叶拢花花季，因为过年前一直落雨，花吸水吸伤饱，尾啊好天了，早暗温度差真多，山野花拢乌去，就算拄结子的也拢有病斑，可能会影响今年山野的产量。阮较早落雨种花以后，落雨是阮的山野会粒会大，结果即摆落雨的山野粒挂花拢乌啊。都毋是时阵啦。系啊。农民讲，这2年气候反常，旧年酷旱，互山野有病虫害。今年花授粉的时阵落大雨，花拢乌草打去。若是有结子的，敢若是感染到脱丝病拢乌去。估计有开花授粉结子的比率无到3成。农粮署讲，屏东的山野花期12月到2月，主要产期3月到6月，栽种面积4134公顷，是全台湾第2大产地，已经启动勘摘小组。屏东的这样子一个芒果的一个损害的一个勘察小组，这样也开始已经启动了哈。那我想我们前面线哈来审视整个我们屏东，包括我们枋寮、枋山啊，包括春日、狮子、来义整个芒果的产区目前一个受损一个情况哈。那我们评估整个灾害情况啊，如果有达到这样一个损害的程度上，我们会来报请农委会来启动整个天台救助的一个机制哈。因为山野花拢害去，就要等1个月了，才让知影是毋是有结山野籽。农民认为这是延迟性灾损，农改场讲会一直注意，看情形帮助农民。记者综合报道。去16年所拢无使用的台东糞扫焚化厂，今仔日进行试修。环保局表示讲，今仔日先试一个炉，若准稳定，4月2个炉拢会试修，7月会开始试营运。不过民众却认为讲，这县政府若准无法度管控空气污染，规气就卖烧糞扫啊。台东县糞扫焚化炉设备正式单炉点火测试，要试烧糞扫。厂外资讯看板也展示2个焚化炉的气体成分浓度数据，因为焚化炉起好16年，2个焚化炉无用过，搁起伫海边，烧糞扫了后的空污会吹入规个台东市。市民非常关心空气污染加监督的机制。政府每次都说啊，没问题的，没问题的，你们不用担心。可是你口头说不用担心，我们就真的不担心吗？是非常需要监督委员会的，它的组成应该是有哪些人，然后它要监督哪些项目。其实这些台东县政府都没有去把它公开跟透明的告诉大家这样子。外部的监督哈，那包含民众，包含团体或者包含我们整个台东县民，一般指的都会比较偏在试营运开始之后，然后因为目前是试车的阶段。贵建成功焚化厂设备更新甲维修进度已经特别完工，尤其是更新焚化炉空污排放过滤设备，符合国家标准，甚至比标准较高才会排放。包含国内最新的陶瓷触媒滤管都应用在我们这个厂这边。它在处理各项污染物会降到最低，尤其像指标性的带药性，这个减了法规值的1半以上。环保局表示，糞扫焚化厂目前到4月要做电路甲系统连接运作测试，7月要试营运。台东县烧糞扫已经是一定要做的代志，不过民众要求县府若做无好空污管理，都要关焚化厂。记者综合报道。高雄路中有37年历史的红砖校门，因为拍火分推车袂当入去，学校决定要把这校门拆掉重启。这拆落来进前有真侪校友真唔甘，专工回来伫咧校门口翕相要做纪念，甚至有人讲要甲旧校门买落来搬转处理坑。学校校门要拆掉的代志，引起众人议论。
高雄女中校门头前闹热滚滚，真侪穿制服排册包的，其实拢是乡女的校友。知影校门要拆除，赶紧回来翕相。刚好看到就是有学妹她们就是也回来拍，然后才知道这个消息，有点可惜啊，就觉得还是很漂亮啊。我这2天看到都是，这么漂亮的门为什么要拆？可是我刚来的时候，第1年第一次听到都是你们的门为什么不好好修一下？其实乡女这个红砖校门有37年，校长表示，主要是校门伤矮，拍火分推车袂当入来，而且落大雨佫会积水，才决定改建。不过，若真侪校友唔甘，有校友想要甲旧校门买落来搬转去囥。网络有人认为，遐尼侪人希望保留，代表校门的价值敢有需要拆？乡女校门是水也是歹看，拢引起讨论。其实有没有必要去我们里面的，现在在生活的人，其实是最知道的。所以我们里面有做过比较多次的沟通，从学校的老师到学生，到我们的校友会，到家长会。乡女对日本时代开始，校门经过2摆重建。拆除第3代红砖校门了后，未来是乌白2色现代化的设计。按算8月完工，校长表示会更加安全，符合学生的需求。记者邓家文、刘伟做高雄报道。屏东县伫这几年拍拼伫每一个庄头设关怀据点，目前已经有384个。那提供食食嘛，就时代做伙活动筋骨做手工艺，望讲会当达成在地养老理念。因应县内人口愈来愈老化，屏东县积极在推动设立社区关怀据点，由乡公所配合响应，宗教单位合作提供场所，拍拼要来达成大家村里拢有关怀据点的目标。这落啦，做运动啊，迄落有饭通食啦。这老人无方便咯，有人照顾，这上好啦。屏东新设立的关怀据点，亲像宗教民俗文化协会伫万丹水仙宫的活动中心，带长辈来活动筋骨，促进健康。另外，伫新园乡中州村的环境美化家园促进会，也透过志工来关怀长辈，带长辈做手工艺，加添日常的趣味。不分任何一个场域都是希望一个社区一个据点。那宗旨没有。这个据点的地方，也特别谢谢很多的公庙、教会协助的场域，让这个更宗教、更能够社区化，让自己在这个村里的长辈呢，能就近得到照顾。目前屏东县已经有384个关怀据点，分布密度超过86%，是全国1等1的。县长潘明安希望关怀据点愈来愈普及，让地方的长辈拢会当在地养老。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基隆到新竹对14度到19度，苗栗到云林对14度到23度。嘉义到屏东对15度到26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5度到24度，平湖金门马祖对9度到17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